考试较快，考试了后，才知影你倒位不足，倒位无巧，才会使改进手。啊，爱考试哦。安尼，人家就无水啊，我不想要考试。哈哈哈哈，安尼袂使哦。人间是一个天然寿命的所在，天为地，地为路，各位道理嘛爱去看卖哦。啊，一定爱去吗？这个老师安尼讲，应该是爱去吧？对啊，每一个道理拢爱去，康卫师嘛爱去呢。嘿，这个老师嘛爱去啊？原来这个老师嘛爱去哦。安尼，咱做伙去人家考试吧。好，咱做伙来。真好，真好，大个拢是卫师的好道理。这个老师，安尼我先去恁家看看的哦。这个老师一定爱来哟。好，卫师的好道理，去到日讲一定爱好好修行，救佑我师父，安尼才袂空走一回哦。好。
各位爸朋友，这等我60年来了解，东壁拍到西壁，如今休息归来，以求水气连天。唉，唔知我的道理应收应该安怎？道理转来，为师真欢喜，但是几千年来转来的道理寥寥无几个，这讲的道理拢袂受一个安定，所以为师感觉足艰苦的。这个老师，道理的兄弟姊妹，我还袂转来，安尼感觉无是好啊。为师听闻上天老要大开普渡，将大道扩传到人间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将大道扩传到人间？对，到时诸天神佛、各番邪道，拢会到人间传道、做道。这个老师。
我老是很嘛，足够好。